金山小林庄发生着人命案子，那现在只有升堂牛角兵部府，毛军在毛其后亚兵部杨局再想四大特天，白告向我上宫。那么搿种当官是不上宫总归输的呀？只有个偏误兵部府，害老百姓众怒难犯，百姓服务呀，闹公堂，哇轰起来，先家务只有个把百姓拖下来靠，不结果倒进去，毛起后吓得来俺国队上就哒哒的。那么现在只有皇上，亲手行施压大女人。本来白沙林之问没便当，向我上宫吗？想不到百姓动众怒呀！白沙林之问不管不卖杀兵部府吃了我，你叫哪个？请来施压当元然，还有啥的牛角太太，叫你牛角非要定，白告人民改称，非要杀断了，老百姓的还可以，搿点好说起来。那么大事何为小事？非则弄不弄？实行施压性指教主人，正直无私，严肃大可依据下来，林志文接待于王，看上去凶水本人毛起后，毛军人，而且三个出在清明，实行施压了小林庄余称大清，看见个小姐毛起后，调戏林志文的女人，把林志文敲了，施压为秋香当的了。看上去阿位毛起后啊，弄啥人来害林志文？那么现在辰光，我不来得理太太，只有当然了，过辈子小了，一方面身家大了，林志文能够不算凶手，不杀断了，已经是不得了上大吉。那么施压想我得理太，你看见我必然心虚的，也许呢，可以非要办林志文。那么，请你花厅太太当场实到该当，这个没事呀。你俺们的施压主施压，在花厅上向请来太太。马之后君闻非定，想自家也想害杀一个上公，我杀了身家，堂兵部公子四大特天，话的是我的基调呀。我看中陆守贞，不让林志文吃上活，是为了抛尸遗害。只有不得没帮忙，想不到老百姓为了不服大闹公堂，天边一堆堆吃了上活。马兄弟下得得快，得得慢慢，实在哈子个上来都上来着。现在听见打岔拉说施压于情，搿单觉到奇怪了。搿对话应该来压于情。我只有过请我到里向去商量商量，搿桩事体那还办？哪弄这个施压于情？哦，对着，只有对小部队，得罪我兵部府李副官，也被杀林志文，再把老百姓不服，众怒难犯。那么也被盖上案子了，也背一点点风险的。那么像不合去不少人该心讲。看我一起做家，自家不害于自家，是为了将施压出面。马前后一走年头，老师傅整个他面孔就憋着的了。只要得水，那天我白杀林志文嘛，稍微用他两点嘛，应该叫设定不差我兵。注定年头来啊，西北大路。一人往里下花厅来，施压不对面子里。实行施压功夫蛮好，小嘻嘻接接。这个一位毛少爷，各位是明白俺们施压，我叫知恒。哦，有理。你可在美国拿米肉的了，还在认得我。记得3月初3清明节，我到小林庄浪向游春。看见罗先生编织电线里林志文请我吃啥活，我还扑了拉地浪向，吹对付了没有个热心人来求相骂，大拉面孔分口清爽，我立起来追个辰光对里一看，想啥谁是例外，还是这样一口热心闲话。是呀，虽然初次见面。
大有点迷熟，好像落得的几个五个哇。哎呀，刚才吃生活辰光，搿种闲话听得啦，唔去想，百里想想。3月初3，小林庄我去兜兜，也许小林庄见过面了。别，你好得嘞，说对子里呀。那今不想那么讲个贼，搿桩事体是死丫头鼻里向，谁个吃个鱼后中了啥两了嘿哇？这下别说，你最多晓得我电戏落手针吃三文，最多疑心我叶灵之人。两人是我四杀战王潘氏一夜，你一份新人，一份那把臂须得上。想得搿搭的谁家心听听吃一张张都对。哦，这个老夫子啊，请坐。送茶，送香茗一别。哎，万万想不到，现在啦是那湖南的老先生、老张嘛。是呀，老中国3代张王。你要再得错为是阿爹水里向用进来的了呀，3代在阿爹手里用进来了，孙子手里出杀的，是要你把李丹去个阿爹水里用进来，但我孙子水里嘛不被人家说杀的，绍兴人低理一点，可你面上两样。看上去那么挺起凶水，哎，这个把年纪生病些年，没有办法，我咋了刀郎说啥了？哦，心里头总怪难过哦。是呀，对。我讲这个张王先生忠心耿耿，你阿爸叫我们最欢喜在。对。也是啦，今日里向听见这个消息是不得了的，所以我们里向一定要等我一辈兄弟，这个老夫子。已经习大的这生死不能复生，当然了，那女高们一定要关照崇拜凶手。那么俺国听嘛是个意思，要严办凶手。那么刚刚公堂高头问过林志玲的，所以老百姓觉得林志玲是冤枉的，因此大闹公堂。那么现在嘛，所以俺东宫来我做呢商量商量。这个老夫子别讲，非好。昆山的老百姓啊，绝对是点名，居然可大闹公堂为当来的。那么你打老夫来讲啊，真不白，用不上去，弄出事体一切，在于我兵不负债，
是。中路难犯，那么俺懂我的意思呢？是不是关照的少爷商量商量？我交代官守从轻发落了，那么俺昆山好结束个桩案件。那么个种事体弄到上头去了，个范围越来越大了，到个辰光难受上个。那么俺想办嘛就办个，这办嘛带我回去个。俺想到林志明办一个遗失之赛。遗失之赛，哪意思啊？因为个西人让伊门口跌进来嘛，伊到西人想去撞掉了个西施移动过来。那么俺大明的法律嘛，遗失嘛，判伊关3个月嘛。啥么子啊？俺都只关3个月啊！搿么可能没让再加个1-2个月大不要紧哦。马起好像我子这样那个本地啊。事实咱们潘氏也没有害杀林志文的呀！临时我觉得关个3个，你哪里发出去？那么你的夫妻生又是夫妻，若是不是我不还担心着我，把开心我哪来谁家？这个老夫子啊，我虽然法律没大懂，那个武德我晓得个，杀人杀命，天诛为敌，这个是大明的法律。那啥子人嘛，只要百岁个遗失之人家，看来我大不懂噻。马少爷，能够太一步想想呢？那么个桩接的是昆山结束的，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嘛？老实话，天知地知啦，我知我知。我到底何哪里呢？屋里向就应对了海话，到个辰光讨厌个，我可了，高抬官守的。好个，本来呢，我演到俺们里向背林志文啦，16个字，既在其意，难在海明，杀人凶手嘛，大家讲的。那么你是要一本正经请我在里下等我商量，那扣了哪个米拉下？改清的人名16个字，挪特4个字，俺们4个字大家讲的，别手在手指里剩1个字吧？你看哈？剩句啥对话？这第二了，为啥扣我米拉？是改清人名了还？那么马少爷，那既然高抬官守嘛。12个字当中，我想调动2个字，好不好？调动2个字，那最后想12个字的了，调脱2个字的，不要紧的。林志文这样死，调脱4个字、5个字，才不大高的。还商量个，还商量个，听听人家调脱哪2个字？现在济南区你谋财害命，这个8个字了，照那个意思办，不动。那么林志文可老的已经还落地在，凶手怎么为啥我还讲呢？特别开心我的为4个字，为4个字，这是叫杀人凶手，杀人凶手。我想调动2个字，哪2个字？我想杀人凶手了，改为临友凶手。临友凶手，这个不是改脱2个字不？12个字才起头个字不？这个陕西人的石头第二个，邻居凶手嘛？那么林志文比这不是凶手的了？林志文是凶手嘛？也用不着请来，做那研究商量的。哎呀，这不是杀人凶手呢？这么研究。谁是凶手？没哈，是呀，我这也你被凶手，不过杀人。应该是这没。既然研究到凶手的，有个辰光我是牛高了，我要问我了，不能怪我老三老四。哎呀，是呀，是的，罗大弟现在遇上自己，正门不发。我老想那个老先生几时出来收账？3个字不是清明假祭。那我觉着奇怪的。奇怪的啥？不发生事体了，不足为奇。有到前头发生的小聚小节啦，才有研究的必要。没有我能研究呢？那老先生想下头是收做米去了。是呀，谁怎么？一般啦，收做米总归冬天收的。田里有的收起来噻，那么搞做米噻。那家人家特别的，
后天不收个，清明不收做米的，这个辰光么采花的辰光，像我头顶顶苦的辰光，青黄不接，那都要去收做米。3个初3么清明哎，举节。像我角落里坟堂铺比人家侪是上坟哎，我想要么那老先生不是去收做米啦，还会去收西伯环去噻。我有的是对错卡开，这个闲话也点子的呀。是呀，这个是谁个呢？乡村里向啦，做农民啦，等你来咱们也喊了很个，啊是？那么你以为好像3个初3嘛，相互对穷，不同的该种米。那忘记特在春天呀，有春日的呀，这马特子春日嘛，这样有动力来为种米。加上那马上呀，春天是有春热的，还有日节的。3个第4个初，春热刚刚下之午，5个上山接见子啊，那么就菜上娘子小虎姑。像我都有民歌唱的。那现在3个初3时候，包个字啊来不及补出来了，还呢？哎呦，根本我这个读书人那个总是记得不大懂的。那么我那想了，天气鼓励哈，那么你都一那初3，我可预手准备。啥心思要去打口鼓的？到林子房屋里，那么拿出来了，那个本账簿呢？老先生出来手账属于打账簿的。账簿总归也打过，啊是啦。那看看。是几月份的账？去年。大概前年，也许嘛为也是对的。那看看。今年辛未年，账簿上甲子年，相出8年的。这个是神账。一句账要叫3手光的非账簿那个出来收账。马最后想，哎呀，我媳妇阿父，等我2家头商量的，我叫你到账房间里下去推一本账簿，根本你也推一本御用的账簿呀，这种非账簿我用了多少？但故事推背不起一点点，深深的拉拢讲我。是呀。所以我讲你不是收做米，要么去收西伯环的。你也别说闲话子啊，农村本部账簿嘛总归有个。3个一看啦，年纪大在，不怕用上在。所以是要叫伊去洗的。个啥个闲话伢子？那农村账簿嘛总归有个，不晓得你。那我也不凶气了，可可呢？我林子文屋里去掏出来的。这不凶器了，那林子文屋里拿出来的，这么说明那林子文是凶手，凶器了，那你屋里下不是凶手是啥？那可可红木刀兵，经常劈火炭的，火炭味道蛮浓的。像啊，刻出字个，余清当兵部驸马，那虎狼的。阿父啊，你演我死啊！根本去买一部别做人家子呀，至少到市房间里下去推这一部的，那是还在真兵实据，落了被人家手里下，归当脸的，大有的慌。是呀，3个一看啦，林子恩的确不是害人，一种讲的，一种实。当你读书人，再说他你个账嘛喂。慢慢的说有设计。林子文晓得那老张嘛不要收账了。有些偷不到，杀脱了个老张嘛。所以那读书人道理懂不懂？林子文晓得那老张嘛不要出来个，先偷不到。这个叫小门一句喂。林子文手术10骨头到那兵部府去，总归要偷金银财宝个。金银财宝嘛，伊不欢喜个。冒着性命危险到兵部府去偷把剑刀出来，说呀，个心里痛不痛？哎呀，林子文到我屋里下来，我老想前门是不过去的，背是后门滑进去，非常的进来。那么到这里向呢，真样的是不是加倍生意，金银财宝推不上？那市房间随了后门旁边，深水浅阳，这不得还是好的。与明堂上布水将十不空水。那兵部府搭进门手是虚妄的，那不像兵部府的比老虎早的。这地方还搞灯光？啥个还？是这方便了。那么呢？那昨日老张嘛，那个戏的经过，那是不是要听一听？没看过。
昨日三阳快有人先到老张嘛，老州官寨。所以搬到小林庄，百姓赶到林子文门上。那么拿个不到，我龙口到一刀，先进而出。到几说了林子文的门上，立下来有条西厢血个。门早转来林子文开门，西人关到里头。那么林子文到一活龙口个不到拔出来，那么里头有一滩血，尸体经过么这个头。那么侬看个林子文是不是真凶手？么侬研究看。听得了后马须子起来着，三千人语带里个，他家在那旁边看见我上上句句一点点不错。那最后一转念头，看上去一马了个眼光拿出来，一不一点点阿里不里，也让你晓得我不是兵部夫，办不得的叫我昂见识，所以面孔一摆。听到现在嘛，三些人啊，我懂了噻。你三三句句，谁了那维护林子文了？可是看上去林子文啊，当然父亲就是朋友，说不定会是同党。那么功夫再难好的朋友也不来，首先是要耐心好的。哈呀，气焰嚣张不得了。今朝得来的，哪怕那兵部公子，今朝听见得来的那百姓，还要放马上，一想一气。看官美无力，西呀神能真是我谋强喏。我气馁，看王臣空衣门下客，一只是大理一个逆世人，实质了一股劲水劲也不人。女风得我娘人来害，把那王法了了，抛入去小人人，这人我是堂堂并不服，呵呵大门铃，上世欺人，我很个很。他知道我小小的事意，做人他不杀之人不该心。他知道谁是空的气，与谁该犯，批评我今了招，打一个保不明。谁是帮不枉为人？我想世纪终于公理噻，我是有真有名，为民去把有生人，哪怕受祝福，哪怕我。这龙如爹爹金真人，哪怕棍钉背上高音不听，哪怕我是绍兴人，为不做人心神人，我为举之问把老命来拼。一想一气嘛，碰鸡蛋子。首先是要好人，好人也要跟的，还要帮帮兵部公子，那明明杀人凶手，至于叫胆子小呀，不过我那边，那么我自家不求呀，我做得只有不停机我那抓起来。所以死呀一想以后，得来那兵部公子，哪怕死疼，今这个可以去背要吹吹。所以也是眉毛是眼睛的，
代理毛毛，那么叫侬一声毛七虎啊！你经过十户几名啊？我当侬读书人，当侬有资格的，吃没书的，想不到肚皮高头一包草，换个黄门手了。我做侬讲闲话了，徐东对牛对金。哦哟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没哈，没经过得罪本身来的。你阿些等啥身高？牙兵部两的神仙，皇帝是我基调。哼，你经过得罪本身来呀，我看你阿里得神。哼，面说些么搬到什么了？有理无理么出让中人居里，老百姓众怒难犯，侬不要认为身家大。我现在关张侬，搿桩钱的主要的事办，我施压发办。没哈吧？实话说起来，你的林子文绝对是懂的。对我，侬去告我懂得，我数理分账我，好不好？没哈，我回到屋里向，马上写一封信到今日里向告诉你阿伯的。侬还懂别个，我也会得懂别个。我们都晓得布告示，书面没贴大。昆山城里贴一贴，太仓贴到昆山不昆山，回到苏州，让大家来看看，堂兵部公子啊，苗冲读书人们衣冠禽兽，自动出身，调笑妇女们，扶我不做，我看那个人那个理得实在。你手啊，我哇！你看，啥心人？你等我等下来，我把眼色不来看。侬放心，我开关严防我。那5眼6色侬逃出来好的，好的，我不要杀他那个杀心队。我们得罪侬的，我们预备先龙我跳过贤堂岗，半岸必听外绕心的。没哈，你等下来。我等好了，还呢，觉得2个肩胛杠个头像鲨鱼嘎子小老模样。你哪晓得个？哦呦，真正放屁呀！不讲理由的闲话，么叫放屁。那么叫大放屁狗屁的啊！那个种腔调为像死鸭的啦！侬别当我死鸭，当我卖鸭好的。哦哟，气死！公堂有公义的，不是衙门的，侬还等我滚出去的！哦哟！我毛起户磨得来混沌走向，毛起户把我们打是只有发展起，只有这样跟得起白人杨廷珍土庄呀。那么要确认之门啊，落手真行机呀么呢？无为在身。绍兴市衙正日无事，晓得林子文冤枉的兵部公子对起来，马其后狼狈而去，只有个杨廷珍胆小如此。得在兵部公子到地方偷盗，到兵部府去请赛，那么马其后送了1000两银子，一张银票，你能够帮忙办林子文的屁股里在小金9千两，共中1万两。杨廷珍为主呢，要去施压帮忙，办人工代差，绍兴人气昏，的只有吵起来，警告杨廷珍。你不要认为兵部府在事通天，老子个总归有清官的。你既是拿林子文办，我们既是上头去搞呢。那么杨廷珍到谁是不管拿林子文办呀？我绍兴人吃药不离得难啊！林子文还关了还，小林长老那个女人落手真还要急的了。老百姓才来讲，只有个是帮兵部府的，你百姓帮你忙个，哪顾公道个？代表个人看上去不用然，特意落手针一并实现，总得男人上工呀。总要的男人想办法搞上官，不满足的。那么想着清明人那个孤王呀，但是出考得来，你讲姑娘你来进我的，所以个复辟一门，名字叫啥了？第2份告诉你。那到现在人家要信仰都不认识。那么要去管理，讲给隔壁人家听听，是我个老娘家身材上都那样子，面孔上有特征的模子，里头模子。那么说昆山有个老太师，固定人，高大模子18点，是那个也是18点模子，可是说我当然分低清爽文，还有啥人也是模子的了。
想要的，非要去过的，到城里向去黑门新行进去，65真心鸡鸭么精神，晓得？今朝固定人手上过的计划，围住昆山，还有江浪向个大头是不得了，固定人哎，到皇帝结拜弟兄的，莫奈何97岁老头固定人老你们真的皇帝老三，代理过180天代理皇帝，做班人想，现在是高老为想的，3个儿子朝堂为官，大儿子原班人想，第2个吏部天官，第3个刑部尚书，侪是大臣子。最后一个独眼男高凤珍，去年死脱，心里想昏闷到极点。曾经到小林庄对圈子人那个姑妈呢，搿张面孔等我死脱个男人，实头个龙位，叫触景生情啊，抬得团结啊，恩吉父女。当然不必告诉我个身份，现在过脱来人这个，想不到甚至的叫我去计划，马上动身呀。现在辰光回家乡，固定人受到现在地方上像清道夫少家清清爽爽，还有资源国忙得不得了，关照非是实语。街浪向看见苗头发带种坏人抓起来，不要神像白痴的这样不得了的大事体。还有俺们的当场出动，当场个都队加个机会嘛，考考老百姓做岗，一路大量的弟兄出来，对不对？嘿嘿，这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跟俺们最高看见乡绅我拍马吃肉，看见百姓我威风。对，谁不过乃是身体旧个那股乃是个老朋友，只要动力到手得做屁股，谁去哪怕乃是强盗小偷，照样放内到处。倘若不动力，非要怪我得来做对头，哈哈哈哈哈！做对头啊！来，弟兄多，当上高道，高道正确，记住记住。哎呀，一路上过来，对不对？可做讲，我店里个老板娘。不大落开，上趟我买2斤肉，你称给我最2斤2两，不下像我买2斤，我起码换个5斤出来。太垃圾屌丝，上上你个枪！老板娘，哎呦，都对吧？生意兴隆嘛？哎呦，口头光也妈妈好。哎，得发了！来想呢，对经理想打得来不打出的话，啊是？记住搞到，记住搞到。我来记住么？这位。现在跟你说，正等说菜杂糕，普瓦搞到正确。不得讲，不得讲。那不是现在看见吧？正等白说菜杂糕，擦得。对不对呀？别人啊，阿晓得。正等白嘛放在外头要不自己活人光的走啊，还是该什么要擦他在。我是有什么给？还在你妈是老朋友在，还是啦？我要不知你不去吧？滚得有点，啊，都不对吃子女。怎么来讲？好了，别呢，跟大家说明说了哪位人？要录进了，要么收了。什么人？录进的啦？来了。1本金支付了1块，根本弄个2斤去吧？找到。哎呦，还少了2个费子啊！1本金去，根本3斤。垃圾屌丝！我们再搞来只介绍了还啊。再一个下国带过队伍的，也可做讲的。那个队伍告知那来带来放啊，这样样恶里恶出，城乡经过，实际在地方上向卫生工作分搞好。来，不。对了，别这个，等你不打高个，老里向要一发到外头了，外头没正经来呀，是吧？外头正经里向恶里恶出。挺好了还，对公牛真的浪向的，还是啦？3斤，再有么家在。那么你队伍的呀，没花头呀，别冷手在，我实在有队伍去嘛还在，啊！还在某嘛不要某奶奶才听见嘛，3斤了条还有家长。哎，实在有队伍摆到里向要吃有队伍，谁也不进去。哎呀，搿来都对没法懂着，3吃冬子米，冬吃山子米，那边人家们米的哈个，侪是有队伍啦，队伍去唔吃的。好的，不要叫你女人来弄，40张有队伍。等，好了，打。再过来考主搞一看嘛，也来的。进来的，到底也在这块老居山别过得高了，城乡交织经过爬瓦特，爬瓦早晚不得，
还在老朋友，还是啦。那么你药材店不花头的呀？药材店里么是你三三个，还是披上吃子我去么穿空里用也洗脱个，大瓦布的吃子我去么擦擦个，不花头是走啊，都得还是啦。不花头么说说吧噻。那啦。西洋生。啊，可是范围太动着。好的，大家人得个难为情啊。哎。好的，250角的嘛。你好些也跟他啊，是。门不得空的。靠竹竿靠昏特的，大概带可么要4块在固然地，固然地不记得掏个把位了还，所以呢，一路靠竹竿靠过来，只有个肉摸的些，还有老百姓来看，昆山人呀，给我顶上，一个老百姓你东乡人，乡下咱们光分看起些个你蛮多个呀，是俺个大行业，儿子，在那这了嘛，叭，锣声响亮，鼓如到。所以来的人来了，挑摆8条腿平铺，请神下立舟等我。啥地8条腿挑摆平铺嘛，快一眼。我们兵人要躲防部的，一定要挑摆个躲到屋里向去受上名堂。立舟等我，只有个局长在。规则，护卫将这样通知，地方鼓掌不用接，也不用相送，用不了送外人相付的，为俺们立誓。不接，只有国分介绍的，大致队伍先报，神水了要大军兵等白走，那么丞相到上头嘛，让你手脚，护卫家将结婚，喜后无余用，叭，锣声响亮，为家乡，除了家子里向心里向我问人糊涂啊，人那个技能，关照里过2-3年接力的，临时就要进动身饥荒的忘记他。哦哟，明朝才比那叫老中国去叫，你像侬像个羊哪的，个羊不信用的，哎呀笑，一个字上想笑，来得个快，饺子将近要进城门洞，昆山城门洞啊比较小，让你手机人啊，个城门洞啊还不动，那么手机是富。昆山是油，这个油呢比富呢为小特一圈，这个有规格的。那么高端那个顶饺子也是大，脚顶上上的为装饰品，龙泥巴那个种货的。我特别讲句，要上头么是看瓦特，因此寻有定一定脚，用短桥钢通进去，那么饺子精神门洞。罗先生呐，哎呀，今朝老早就出来的呀。听见人家说古塔寺也围住了，夫相山人在了那口，那么心里想，我记得啊，明日分讲，临时这个辰光呢，送本我一只牛肉，这是新歌还新歌。啊，为爸我觉得记得啊，谁是古塔寺的？因为来塔寺面孔那些还是模子呀，所以搿了人堆里向来看么人实在都不够。哎，想出来了，那神门可以必经之路。来了个啥地方向比较干，马武去么清清爽爽。这个的节子正神门洞的辰光稍微停一停，马袋里向一马嘛，哎呀，实在是个基调。看见这基调谁是来他师们，心里向开心的是真是福发盈隆。
罗素生大娘娘大相府了，门口已经逼逼人，老百姓在晒光着，想要进至府邸在大门啊已经紧闭着。娘娘对对一骂呀，大地相府啊也生气啊，一惊的杀出，群一连慢慢间追上来，追到一大的压箱把门嘛。看看自家身浪向衣衫褴褛，相夫呀，点我去把门，门浪向人施礼呢。哎呀，天气掉个头个脚，那么这个重新一惊下来，追到龙大跟随了身体里，让我来等个半人，总归有6个人呀，到底商量，托你等我去把门嘛，我还有一个上山事，所以立了个龙大开嘛，东张西望。龙堂里出来个老伯伯，向我上来接身三股，一定要捉军。他咋来？来里向你一个鱼兵，一个江鱼兵，空的，一定要包不住么个。跟人家身体不好，毛病错开叫改日头，改日头了，隔一日发个后日，昨日发后日，今朝不发，明朝也要发的，这排队的。干嘛两个青龙队上对对，出身后，吃杯老酒。还有啥明朝后日非要发，那么考评员、考评家，伊么回想我真好。大家上再踏实，干不够，最少要龙堂，对出来么龙堂，看啊，有个香花娘娘，非要去看通里，夺人龙还不够，从来的打个招呼，龙堂看，托那娘一娘啊，出来人着啊，是，娘娘一看么香花来了，可啥面孔大蛮中一些。那么和商量，哟，老人家，哦，不敢当啊！请问一声，那哈，那边是什么所在呀？大王子啊，是。故乡呀个父老哇，丞相府啊，哎，原来老人家，那好说，请我上前开门。我也责任我家欺负大人。那个鸡呀，那够相府啊！是。相府，你想做点啥噶？啊？你是啊？老太师呀？发后日出来帮他出来的，至少个女人13岁。他吃大补，别家得了，身上像一张大补丁，比我也别家。给我盯人个肌肉，给我盯神哎！哈呀，皇帝个阿哥哎！哦，那没人吃啊！嘿嘿嘿嘿，非要发气灾！我不叫上帝年纪不隆松呢。如果你想家长出来听见叫某人过亲，要搭进去吃故事个，不要吃绿瓜的。不要还是要在边上门当不得，要按情节个呀。啊，想伢是讲，怎么个地位了男人行不啦？你那个几男的，不是我势力啊！
那照那个种强调了，那人我不要了，我也要考虑考虑。哦，秀哎呀，是例子的，就他监理要外看理了这个。哎，老人家，这位3月初3清明佳节，那天是渔村大厅来到三林庄。正巧倾盆大雨，来到我家避雨，挖得来几恩杰妇女，是若不信门呐，有如为病。是。开的道理神经病，你再听听没毛病。有毛病你讲闲话理不来的了。再看几个张肉肉，这人家穷了，不配于人家好个么子，个不懂么子。虽然我不是石虎半鱼，个马上这个光彩就好了。那么清明是都国不让鱼的，做心理呀，他是必须叫比到你问。我是将来想呀，比到你打。到不比到我打，那就事实是我。那么天天的，等待这个帮对干。是。这个牛肉外饼。那么呢，这个我们相互几千斤。现在了，得罪啊，那非动气啊！不放心。弄在深山沟，根本你多听自家去把门呀。只因我雨水来了。不好意思呀。恐怕门上边可难不起。那个意思我懂的，我帮你去把门，就说明你来了，让你多开子门，进那个进门，这个没有一个常常事啊的。是啊。我再来呢，等我看一看。是啊。我出空身地帮你把门去你不得理的。那么把开子们那妇女相会的。是。我想啥我们不好吃。你得说外个，那么来这个我们不好吃。上帝不唱我兵完，是说记得了知府大人。那送你52分。果然本地招把队的，50两。你非要动气啊！那种衣裳带两不管，落得来吃。我家弟弟一点呀。我很多也是结婚了，对个。那么你等一下，我不得来去把门。在地不吃力呀，吃力不在地。云大搞起来不爱我讲。发我你到城里向来堆个圈子啊！哈呀，办一办到里向办理固定人做开心，我帮你弄小姐请得来。慢慢叫经常叫我到不想想了，哎呀，那是个神相夫，到尽都吃，哈哈。我叫时来运来开不开，三公们今朝办得若有的，我特运高运在这一番。飞不了一群狼儿辈，一个无相称的风。你是太师风中人个菜，从此今朝上门来，我这样么办一办个门，开一开，看见想要请的公的100个乡民在排队，神仙。要跟我将我让往来，我是提高身高1,800，不想到此小看宋金玉各种土立身见我破，啥人给我逼他各种礼上门来。后世路下真得意，后南杀绝他发头带，举人杀绝，好有不收的路样们。当带队看哈山人哦，只用7上当两，根本龙相带是动皮了、铁皮了、哈动钉了。不收的都样们开阔，把老李说实在了，把当中们明白，要么清朝把当中们，因为过不过了身高度，
再使人家王清国出来，也要谦虚，把不闭门。人有理想开正门出这个，是另外回事体，自家不好老家讲。那么公定人呢，大门不大开的，要婚丧喜事轿子进出，刚刚轿子进去是开的。一般自家人最正门的，屋里登班女人最有门的。那么正门办到办是清朝，清朝来嘛，不要开正门。那么你办嘛，办不闭的呢，不收的门得来。老老一想办到嘛，总归要办当中书，要关头关到办旁边，扎了个铜球球，看金属声音响，那青菜鱼儿，但没有劲的来了，看，都看，都看，三眼一杯，怕胃里怕滋了，以下张祖母为罗龙金宝4个门洞。张祖母为了背了罗龙金宝休息去了，刚刚神仙轿子到忙到现在大门关，嘿嘿，大门口哐得了哐一下，也是清朝啊，现在刚刚出来哇，这也有清朝来的，不这个怎么样？又是钦差大人吧？不得了！看看，快看看哪一个？那么要紧，不必出门，啦，大门水忙正像地洞里推进去。哈啷当手开不了，高头出来，来的围老板们来，你在当中班呀，看，都看，也是一个嘞，当着清朝呀。但是看见个小伙来了，比笼子眼睛了一把门，办得这个呢？住手！那么要王八蛋，上一马都不一马，干什么？要想海上酱药，还昏头，再推个是药，那结果药一讲什么？对不对？酱药。什么事啊？我想大概带来新个药。办得这个呢？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找爹？非是我不个药，我帮人家寻个药。我说来我去，总归要来寻药。唉，跟谁来找啊？那你看呢？啊？那往过去看呢？哎，不晓得陆书生怕难为人呀，你去把门看见门开门，但是人往是弄堂里向一说，在什么地方？那么要死了，但最头个啥？这个女人顶尖13点了，哈才打不哈高，你们我也死的，门没太开的。52人不上人家考察都光了海呀。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是来个呀！在什么地方？是快说！什么地方嘛？这样对，那这个女人啊，啥时会讲普通闲话嘞？讲不不哩，就因为你为着的也是得了个嘞。快说！这样的大概到这个内湖的呀。啥个名哪这里他听也听不懂。内湖的，那大概买的礼物总需要。在什么地方？晓得庙里不得，看上去可杀个。妖精嘛，啥叫人拼命的跳跃，哈哒哒。罗少珍看得没清爽，只看见你上文落魄，拉自家身边兵工也想阿来里已经不来着，一头乱把白脱着，也想黑来里围着来，不来我黑不来个这个。那么可咋来哪办法呢？娘娘喊身上，想做事的还要来拿了，那么你一旦白脱，只好自家去把门。可啥来了，一旦打上去，门已经关得了，老的作业呀，拼致命了的。一个屁的外家子，我的房门关一关，3点把棉花摊盖了身上围上发抖。那么来了吃关碗，忘记他咋来我2个鱼饼碗，炒着关7块就是便宜。本来门子也要发5日的，一声9一出，门子5日到发着呀。娘娘想不了么，领子一出来，群一里。一步上来嘛，把罗里手讲，打住！看见李刚正把当中手门为他开的，所以追过来打，东归栅栏，哐，他妈又来了，老头子也来的，哈切打不了哈高，开子们倒转脱，拐子们一上枪，张总拿根棍子伸到亲戚家门口。不记上我不能进去，你这有都搞不清爽。
莫滚，门下啷当开，跳出去要动水嘛，不对的。一个女人，不是刚刚个来的，五元狼狈，风流赛放，加特别舞，干什么？啊？门上的呀，可听到就出气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坐定我家继父大人。哪里几呀？缺后才行，大概得了。在我们相府里的，是。姓什么叫什么？谁是老太？混账！要细夸的，侮辱你想呀，唯当了得。一棍子要敲杀他，说你要去进家的，不要烦。莫滚，带你几口，分2岁轻的，水下旅行的，水下里就没结棍，全你妈的打！时光不走，为主想啊否？老中国各部的，各部定人的幸福了中国的。北门真正啊，那么落实不真政府啊，父女相会，我还在说。他家在旁边看见我，上上句句一点点不错。那最后一转念头，看上去一马了个武功拿出来，一背的阿里不里，也让你晓得我是兵部夫，办不得的叫我昂见识，所以面孔一摆。听到现在吧，啥些人啊？我懂了在，你三三句句，谁了那维吾林之人了？可是看上去林之人啊，当然父亲就随是朋友，说不定会是懂的。那么功夫再难好的朋友也不来，首先是要耐心好的，哈呀，气宇嚣张不得了。今朝得来的，哪怕那兵部公子，今朝听见得来的那百姓，还要不马上一想一气。他是黄眉毛里，西呀神能等是我谋强喏。我气馁，他王臣空衣门下客，一只是大理一个逆世人，实则是一股劲水进一步人。雷锋他不将人来害，把那王法了了，抛出去小人人，说人我是堂堂兵不服，呵呵大门令，上世欺人，我很个很。他知道我小小的事意，做人他不杀之人不该心。他知道谁是空的气，与谁该犯，批评我今了招，打一个保不明。谁是帮不枉为人？我想世纪终于公义噻，我是与真与民，为民去把有生人，哪怕受举父，哪怕我。这龙有爹爹金金人，哪怕是棍钉背上高音不听，哪怕我是绍兴人，为不做人心神。
为君之问，把老命来拼。一想一气嘛，碰鸡蛋子。首先是要好人，好人也要跟的。还有帮帮兵部公子呢，明明杀人凶手，至于叫胆子小呀，不过我那边，那么我自家不求呀，我做得至于不停机我那抓起来。所以死呀也想以后，得来那兵部公子哪怕死一疼，今这个可以去背要吹吹。所以也是眉毛是眼睛的，带里毛毛。那么叫我一声毛七虎啊！你经过守候之名啊！我当侬读书人，当侬有资格的，却没书的，想不到肚皮高头一包草，换个黄门手了。我做侬讲闲话了，徐东对牛对金。哦哟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没哈，没经过得罪本身来呀！你还晓得我啥身高？牙兵部娘的神仙，皇帝是我基调。哼，你经过得罪本身来呀！我看你阿里得神。哼，面说些么搬到什么了？有理无理么出让中人居里，老百姓众怒难犯，我不要认为身家大。我现在关张了。那么个中事体弄到上头去了，个范围越来越大了，到个辰光难受上个。那么俺想办嘛就办个，不办嘛带侬回去个。俺想到林志云办一个遗书之赛。遗书之赛？哪意思啊？因为个西人老伊门口的进来嘛，伊到西人想去装掉那个西施移动部的。那么俺大明的法律嘛，遗书嘛，可以关3个月嘛。啥么子啊？俺是只关3个月啊？搿么可能没让再加个1-2个月大不要紧哦。马起好像我子这样多个本地呀，事实上嘛，潘叔也没有害杀林志文的呀。临时我觉得关个3个，你努力发出去，搿么你到夫妻生又是夫妻，若是不是我不还担心这位把开心的哪来谁讲？搿个老夫子啊，我虽然法律没不大懂，哪个武德我晓得个，杀人偿命，欺诈为敌，搿个是大明的法律。那杀子人嘛，只要办3个仪式之类讲，看来我大不懂噻。没啥呀，能够退一步想想呢啊，那么个张街头是昆山结束的，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嘛？老实话，天知地知啦，我知我知。我到底后门铃铃。闲话里向就应对了闲话，到个辰光讨厌个，我可了，高抬贵手的。好个，本来呢，我演到衙门里向背林志文啦，16个字，欺谁欺义，谋财害命，杀人凶手嘛多加讲的。那么你是要一本正经听我在里向等我商量，那扣了哪个米拉下，改清第人名16个字挪特4个字，俺们4个字多加讲的，别手在手指里剩1个字吧，你看哈？剩句啥对话？这第二了，为啥扣我米拉？是改清人名了还？那么没啥呀？那既然高抬贵手嘛。12个字当中，我想调动2个字，好不好？调动2个字，那最后想12个字的了，调脱2个字的，不要紧的。林志文这样死，调脱4个字、5个字，才不大高的。还商量个，还商量个，听听人家调脱哪2个字？现在济南起义谋财害命，这个8个字了，照那个意思办，不动。那么林志文可老头已经还落地在，凶手怎么为啥我还讲呢？但没开心我的为4个字，为4个字，这是叫杀人凶手，杀人凶手。我想调动2个字，哪2个字？我想杀人凶手了，改为另有凶手。另有凶手，
这个不是给他2个字文，甚至一个是3起头个字文。哦哟，这个陕西人的舌头点个，邻居凶水吗？那么林子文比这不是凶水子了？林子文是凶手们也用不着请来，做那研究商量的。哎呀，这不是啥人凶水呢？这不研究。哎，谁是凶手？没哈，还是呀，我这也你被凶水，不过啥呢？应该是这样。没哈。既然研究到凶手的，个有个辰光我是牛高了，我要问我了，不能怪我老三老四。哎呀，是呀，是的，罗大弟现在遇上自己，正门不发。我老想啊，那个老先生几时出来收账？3个周岁清明佳节。那我觉着奇怪的。奇怪的啥？不发生事体了，不足为奇。有到前头发生的小聚小节了，才有研究的必要。没看我能研究呢？那老先生想我都是收做米去了。是呀，谁做米？一般啦，收做米总归冬天收的。店里有的收起来噻，那么搞做米噻。那家人家特别的，后天不收的，清明不收做米噻。这个辰光嘛，采花的辰光。像我的顶苦的辰光，青黄不接，那都要去收做米。3个初3嘛，清明哎，举节。像我角落里坟堂旁边，人家侪是上坟哎。我想要么那老先生不是去收做米啦，还会去收西伯环去噻。我有的说对错卡开，这个闲话也点子的呀。是呀，这个是谁个呢？乡村里向啦，做农民啦，等你来咱们也喊了嘿个。那么你以为还是3个初3嘛，相互对穷，不同的该种的，那忘记他在春天呀，有春日的呀，马头子春日嘛，这样有同的来为种的。叫啥那马上呀？春天是有春热的，还有日节的。3个第4个初，春热刚刚下之午。5个上山接剪子啊，那么叫菜上娘子小虎姑。像我都有名歌唱的，那现在3个初3手包个字啊来不及补出来了，还呢。哎呦，根本我这个读书人那个总是记得不大懂的。那么我来了3了，节气过龄的哈，那么你都一来了初3，我可预手准备。啥心思要去打看过不？到林子文屋里，那么拿出来了，那个本账簿呢？老先生出来收账，属于打账簿的。那账簿总归也打过，是啦。那看看。是几月份的账？去年。大概前年，也许嘛为一前头点。那看看。今年辛未年，账簿上甲子年，相出8年的。这个是神账。一句账要叫3手光的非账簿，那个出来收账。马最后想，哎呀，我媳妇阿父，等我们2个头商量的，我叫你到账房给你下去推一本账簿，那么你也推一本御用的账簿呀，这种非账簿我用了至少，但故事特别不起一点点，深深的拉拢江我，是呀。所以我讲你不是收做米，要么去收西伯环的。你也别说三五子啊，农村本部账簿嘛，总归有个。3个一看啦，年纪大在，不怕用上在。所以是要叫伊去洗的。个啥个闲话呀？那农村账簿嘛，总归有个，不晓得你。那我也不凶气了，可可呢？我林子文屋里去逃出来的。这不凶器了，那林子文屋里拿出来的，这么说明嘛，林子文是凶手，凶器了，那你屋里下不是凶手是啥？那可红木刀兵，经常劈火炭的，火炭味道蛮浓的。像刻出字的，余清当兵部驸马，那虎狼的。阿父啊，你演我死哇！根本去马一部分做人家子呀，至少到市房给你下去推子一步的，那是还在真兵实据，落了被人家手里下，归当脸的，大有的慌。是呀，实案一看啦，林子文的确不是汉人，一种讲的，一种实。当你读书人，
啊，对啊，再杀他你个张王喂！慢慢的说有说起，林志明晓得侬老张王不要收账了，预先偷不到，杀脱了个老张王。少爷，侬读书人道理懂不懂？林志明晓得侬老张王不要出来我先偷不到。这个叫说没一句喂。林志明手术石骨头到那兵部府去，总归要偷金银财宝的。金银财宝嘛，伊不欢喜的，冒着性命危险到兵部府去偷把剑刀出来，少爷，个心里痛一痛。哎呀，林志文带我屋里下来，我老想西门子不过去，背着后门滑进去，非常的精彩。那么在这里下呢，真样的说是加倍生意，金银财宝推不上，那十万给随了后门旁边。神水气呀，个不得还是喝的，与明道上不水家十分空水。我兵部府打进门手是虚妄的，那不像兵部府的比老虎早的。这地方还搞等过？啥个还？还是这方便了。那么侬昨日老张嘛那个戏的经过，侬是不是要听一听？没看过。昨日三亚快有人先到到老张嘛老州官寨。所以搬到小林庄，百姓赶到林志文门上，那么拿个不到，我能看到一刀，先进后出，刀尖锁了林志文的门上，留下来一条血香血的。门早转来，林志文开门，西人关到里头，那么林志文到一活龙口个不刀拔出来，那么里头有一滩血，尸体经过么这个头。那么，侬看个林志文是不是真凶手？么侬研究看。听得了后面是子起来着，三千人遇到里个，他有点迷熟，好像落得点几个五个哇。哎呀，刚才吃上午辰光，搿种闲话听得啦，唔去想，带里想想。3月初3，小林庄我去兜兜，也许小林庄见过面了。别。你好得嘞，说对子里呀！那今不想那么讲个贼，个抓事体是死丫头背里向，谁过去个雨后中了啥两了嘿哇！这下别说，你最多晓得我电戏落手针吃三碗，最多疑心我也林之文。两人是我四杀张王拍死一夜，另一份新人，一份拉旁边书地上。想得个到底，谁家心听听吃一张张都对。这个老夫子啊，请坐。宋朝宋襄明一别，万万想得到，现在啦是那虎狼的老先生老张嘛。是呀，老中国3代张王。你要再得错，为是阿爹手里下用进来的了呀，3代在阿爹手里用进来了，孙子手里出啥个？是要你把李带去个，阿爹手里用进来，但我孙子手里嘛不被人家说啥个？绍兴人低调一点，可你面上两样。看上去那么挺见凶手，这个把年纪生病些年，没有办法，我咋了刀郎说啥了？心里头总怪难过哦。是呀，我讲这个张王先生忠心耿耿，你阿不叫我们再在乎西在。对。也是啦，今日里向听见这个消息是不得了的，所以我们里向一定要等我一辈凶手，这个老夫子。谁
凶手，借给把我打工大，为什么也会是灭罪不生呢？佛法是一门功德，为本是最强亮的那，却死的那最遗恨杀，总要你被凶手。啥呀？人嘛已经死大的，这生死不能复生。当然了，那牛羔们一定要关照送办凶手。那么俺国听嘛是个意思，要严办凶手。那么刚刚公堂高头问过林志明的，所以老百姓觉得林志明是冤枉的，因此大闹公堂。那么现在嘛，所以俺东宫来我做呢。商量商量，这个老夫子别讲，非要好，昆山的老百姓啊，绝对是点名，居然可大闹公堂为当来的。那么你打老夫子讲啊，真古板，用不上去，弄出事体，一切在于我兵部副帅是。众怒难犯，那么俺东宫的意思呢，是不是关照多少也商量商量？我交代官守从轻发落了，那么俺昆山好结束个桩恶业。昆山小林庄发生着人命案子，那现在只有升堂，原告兵部府。毛军在毛气后，杨兵部两军再相四大特体，被告向我上供。那么，搿种单故事上供总归输个呀。只有个偏误兵部府，害老百姓众怒难犯，百姓服务呀，闹公堂，哇轰起来，先家务只有个把百姓拖下来靠，不结果倒进去，毛气后吓得来俺国队上就哒哒的。那么现在只有皇上亲手行施压大女人，本来白沙林之问没便当，向我上供吗？想不到百姓动众怒呀！白沙林之问不管不卖杀兵部府吃了我，你叫难过。请来施压当原然，还有啥个原告太太，叫你原告非要定，被告人民改称。非要杀断了，老百姓的还可以，搿点好说起来，搿么大事化为小事，非则弄不落。实行施压性主教主任，正直无私，严肃大可依据下来，林志文接待于王，看上去凶手本人毛起后，毛军人，而且3个出山清明，实行施压了小林庄余村大清，看见个小姐毛起后。调戏林志文的女人，把林志文铐了，施压为秋香当的了。看上去阿位毛起虎啊，弄啥人来害林志文？那么现在辰光，我不来得理太太，只有当然了，过辈子小了，一方面身高大了，林志文能够不算凶手，不杀断了，已经是不得了上大去。那么施压想我得理台，你看见我必然心虚的，也许呢，可以非要办林志文。那么请你法庭太太当场实到该当，这个没事呀，你俺们的施压主施压，在法庭上想请来太太。马今后均闻非定，想自家也想害杀一个上公，我杀了身高。堂兵部公子四大特体，话的是我的基调呀。我看中65针，不了林志文吃3碗，所以了抛尸遗害。只有不得没帮忙，想不到老百姓为了不服大闹公堂，特别一点点吃了3碗。马上底下得得快，得得慢慢，绝对哈子不上来都上来着。现在听见打岔拉是施压于情。搿单觉得奇怪了，
不对哇，应该来要有请。我只有过请我到里家去商量商量，搿桩事体那还办？哪弄这个私下有请？哦，对子，只有对小队，得罪我兵部府李副官，也背上林子文，咱把老百姓不服，众怒难犯。那么也被盖上儿子了，你也带一点点风险的。那么像500个去不上人该心讲，看我一记做讲，自家不合意自家，是为了将私下出面。马今后一做年头，老师傅整个咱面孔就编制的了。只要打水，那天我白沙林子文嘛，稍微用脱2点嘛，应该叫设定不差我兵。注定年头来啊，西北大路。一人往里下花厅来，师爷不对面子里，首先师爷功夫蛮好，小嘻嘻接接。这个一位毛少爷，各位是南北俺们师爷，我叫知恒。哦，有理。你可他没过拿米肉的了，还在认得我。记得3月初3清明节，我到山林长廊下游春，看见罗先生编织电线的林子人请我吃啥饭，我还扑了地浪下，吹对付了没有个绍兴人来求相骂，大拉面孔分口清爽，我立起来追个辰光对里一看，想啥谁是例外，还是这样一口绍兴闲话。是呀。虽然初次见面，